台湾的香蕉一担大约是有33万吨哦，有超过9成拢是内销。因为会受到风台影响，有一寡品质较歹的香蕉，农粮署嘛研究讲要来做加工的产品，那么做伙来了解。台湾过去伫1960年代，因为香蕉外销排名世界第4，所以互人号做香蕉王国。不过，即马有超过9成的香蕉拢是内销，因为香蕉好食有营养，大家普通时拢是甲香蕉当做食饭饱的水果。农粮署表示，因为台湾过去的产量济，为着卖互卖出去，也是外形伤歹的香蕉拍算，香蕉加工正做是一条新的路。那因为香蕉除了鲜食之外，其实很多我们也是做成加工产品。像今天展示的，包括有做一些香蕉的脆片，或是香蕉的一些薯条，里面都是我们目前在积极来推动的这一个香蕉加工的一些产品，可以保存更长的期间、更长的期限，那更多消费者来采用。台湾香蕉种植的面积大约1.5万公顷，年产量约33万吨。台湾香蕉研究所表示，目前市面上除了一般的黄香蕉加工产品，青的香蕉因为有更较丰富的纤维，对要益健康的民众来讲是一个袂歹的选择。青香蕉内底呢有很丰富的膳食纤维，而且它也营养成分也很高，尤其呢它的抗性淀粉呢大概有40% 以上。那我们知道抗性淀粉就是我们为我们来讲呢是更健康的一个会当控制体重呢跟这个低 GI 的食物。台湾香蕉研究所表示，今年受到风台影响，香蕉的价销对每公斤大约20块，起到每公斤大约65块，是起超过3倍。加受酸的香蕉量变多，因透过加工，将黄香蕉、青香蕉变做是贡丸、烟尘点心、马铃薯条等等。农粮署表示，未来希望透过研发加工食品，提升台湾香蕉的价值。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